暑假结束，开学第一天，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就来到永康国小清澈迎接小朋友上课，并建立班级，向小朋友宣导各项防疫观念，并进行有奖竞答，现场气氛热烈趣味。清除滋生源的4招：第一巡，要巡检；第二倒积水；第三清除废弃物；第四刷干净容器。请问哪个答案？除了宣导防疫，黄伟哲嘛讲，永康国小学生多，上下课时段周边交通正塞，市府已经伫人行道设计通下机车道，不仅会当让家长接送囡仔安全便利，也改善附近交通台情形，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。永康国小的学生数可以说是全台呢是最多的2300多位同学，所以说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形成周边交通的一个非常繁忙的负担，所以他学校主动退缩校园在人行道上另辟一个通学机车道，那进入学校那用单线式的让孩子能够家长载孩子能够下摩托车，这很方便，也不会造成附近交通的拥塞或是这个交通事故。那我们也希望说同学都能快快乐乐上学，快快乐乐学习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为确保升学期师生健康和安全，永康国小在防疫方面，除了盘点各项防疫物资，落实校园环境消毒清洁，确保落实巡、倒、清、刷，彻底清除户内外积水容器，持续打造安心的学习环境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